你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6月21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撒母耳上卷18章第6到30节。使徒行传20章13到38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风影。讲到风影，咱会当对撒母耳的记载来看，非利士人歌利亚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种军事顶悬的风影；对拿阿来讲，对约拿，甚至咱来讲新约中间的门徒，或者是保罗。因所面对的境况、困境，来讲遐超过家己人类自然的能力。无论是耶稣平静风影，或者是行伫水面顶悬，门徒因所面对的是无法度来赢过的困境。不但安尼，因对迄来刺激风影的耶稣，也是行伫水面顶悬的耶稣，因好若亲像无解熟悉。跟对耶稣一段时间的门徒，其实因无真正认捌耶稣，就是一种的风影。好若亲像扫罗王，虽然受到上帝的呼召，受到上帝的膏抹，却无明白上帝的旨意。其实某一个程度来讲，嘛是一种人生的风影。因为如果咱所真正会认捌上帝，真正会听探上帝的旨意，咱就要来赢过人生的风影。扫罗伊上大的问题是伫信仰的偏差来造就伊人生的风影。咱看见伊先对丹麦夫撒母耳，上帝罗卜撒母耳的服侍献祭，伊来搬过迄个界线去献祭。然后伫大笔杀死歌利亚了后，当众人伫学了讲扫罗杀死千千，一个大笔杀死万万，互伊心内无欢喜，所以用上帝的名来欺骗大笔。伊讲：我要将我的大查某囝米勒来嫁互你，条件是你爱做一个勇敢的军人，忠心服侍我，为上帝来烧战。读到这，咱毋知有去感觉怪怪无？才有一句话讲：忠心服侍我，为着上帝来烧战。扫罗的心目中，事实上根本就无上帝。当伊要求撒母耳莫互伊伫即个众人的面头前来踢破伊得罪上帝的代志了后，伊阁甲撒母耳讲，互我通好去敬拜安那你的上帝。你即两句话有大的差别啊无？一个讲你着爱服侍我，为着上帝来烧战，然后伫进前伊讲，互我通好去敬拜你的上帝，即撒母耳的上帝。伫今日的经文中间，咱看见扫罗王伊用欺骗的方式来对待大笔。实际上，扫罗并毋是真正对大笔真好。伊用婚姻的方式，想要达到对大笔的控制，甚至对大笔设一个罗网。扫罗王伊安尼讲，我要将米甲
来嫁互大笔，用伊做啥物诶？做陷阱，大笔就会死伫非利士人诶手中。即种迄个虚假诶正义，假着上帝诶名号诶情形，就连现代社会嘛有，甚至咱伫教会中间看过一寡基督徒嘛是安尼嘛。真侪时阵，咱看见真侪人用圣神感动诶名，用上帝旨意诶带领曲讲迄个会能者多啦会当做加做寡，叫别人着爱有始有终啦但是家己呢，煞毋免照家己所应允诶去做，这亲像扫罗共款。伊目的是要用这个理由借口，用上帝的名来遮掩暗藏家己的分段，是毋是？咱看见用白贼话来做家己问题的一个暗藏，亲像扫罗王共款，伊摒弃颠倒家己答应的代志，却是安那真简单就反悔。并且用假冒来代替原来的成立。扫罗王想要陷害大笔，但是大笔却有上帝所赏赐的大气力，帮助扫罗的军队来赢过歌利亚甲非利士人。倒一个人也是讲，什么人有上帝的恩典能力会当赢过强敌呢？其实，迄个人就是咱咧讲伊有这个上帝的同在，伊愿意听从上帝，并且顺服的人。牧师伫进前也提到讲，保罗伊扫罗伊无忠心，是一个谎言啦因为伊想办法想要陷害大笔，但是大笔所倚靠的上帝来保守伊，互大笔赢过谎言。圣经安尼记载，扫罗看出上帝的确甲大笔同在，伊的查某囝米甲也爱大笔，就搁较惊大笔，一世人来甲伊作对。非利士人军队常常来攻打。大笔每一摆出战，都拢比扫罗也是甲其他的将官有搁较好的成果，因此伊的名就大大来被宣扬。这是真无共款的记载啦咱有一寡时阵会去讲伫风台进前呢，天气颠倒是好天搁炎热。伫这个风马空这个大吹的这个中间的进前，会有一段稳定搁有柔和的温柔的风来吹来。也是讲，咱讲白贼话，通常拢是藏伫咧迄种诚恳的态度的背后。咱讲这个凶器也是刀，是藏伫这个礼貌的外表内底。咱咧讲上适合咧形容即种代志的一个例，检采会通讲是耶稣学生犹太出卖耶稣基督迄个场景。犹太竟然用尖喙来暗示耶稣就是伊所要出卖的对象。咱看见伫使徒行传即个阿波罗要上船，拄着大风涌，但是所有的人，特别是遐船长、罗马的军官，因无愿意相信保罗的提醒甲警告。保罗安尼甲因讲：逐位我看即摆的行船不但火甲船会得到损伤，会遭受迫害，连咱的性命也难保啦，厄得保
检采因为因无信主啦吼，嘛检采因为因大主大意吼，检采因伤过有自信的，像扫罗王共款。因看见风影，搁较看见保罗以及上帝互保罗的启示，所以因为安尼，所以这个船一开出去了，无偌久就拄着大风影。经文来讲，当初是有一真柔和温柔的风，南风吹来，大家掠做讲无代志啊，会当照原来计划啊，所以因着这个甲这个鼎吼摕起来挖着这个克里特岛来行，无偌久，却有一个东北风的大风倒遐来吹来，船去互这个风扇着，挡袂牢，因无法度，就处在这个风安怎来吹这个船。对伫遐开喙合喙，拢将圣神感动藏伫喙边的人，咱其实真歹去分辨因的真也是假，但是咱却会当对因过去的这种生命的历史，会差不多知影伊是甚物款的情形的人。对伫咱所面对未知，也是讲将来会有甚物人会当来赢过迄个未知的风影呢？当然会当赢过，就是遐真心、诚心、谦卑、跟对上帝旨意的人，敢毋是安尼？咱搁一摆来思想伫咱现代咱所面对的风影到底是甚物？咱要安怎来面对，才会当赢过呢？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6月2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19篇113到128节，撒母耳记上卷18章第6到30节，使徒行传第27章13到3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风浪。非利士人歌利亚对于以色列人而言是一种军事上面的风浪，也如同对挪亚而言对约拿而言或是说遇到风浪的门徒甚至今天记载的保罗，他们所面对的风浪是指着他们人生所遇到的困境，就是那个超过人的自己能够处理或是面对的一个能力。无论是耶稣平静风浪，或是走在水面上，门徒们所面对的是自己无法胜任的困境。不但如此，他们对于那掌控风浪或是命令风浪平静的走在水面上的耶稣基督，他们似乎不是很认识。我们可以看到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跟随耶稣基督一段时间的门徒，事实上他们真的不太认识耶稣基督。这个不认识耶稣基督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风浪。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撒母耳记所记载的扫罗王。他虽然是一位受上帝所呼召，是一位上帝所高立做王的，却不明白上帝的旨意。这个是一个风浪啊！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上帝，真正的听随主的旨意，那么我们就必要胜过那人生的风浪。扫罗他最大的问题是在他信仰上面的偏差，造就了他人生的大风浪。我们可以看到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这一连串的撒母耳记上的经文，他先是等不及上帝的仆人撒母耳超越了
这个界限，跨过那个界限，他去做了献祭的动作。后来又在大卫杀死了歌利亚之后，听到众人歌颂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因而在扫罗的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但是他却是以上帝的名来欺哄大卫。他说什么？他说：“大卫啊，我要将我的大女儿米拉嫁给你啊，条件呢是你要做一个勇敢的军人，忠心的服侍我，为上帝打仗。”其实你注意看看这一句话里面，只有一句话是真的。他说，扫罗王对大卫说的话，他说：“我要把我的大女儿米拉嫁给你。”我们看到后面，它是不是真实的？然后他说有条件了要做一个勇敢的军人，这也不真实。为什么？因为其实大卫已经早就很勇敢了。以色列的军队没有一个人比他勇敢，所以这个当头条件很奇怪。那最后一个，他说为上帝打仗。我们听到这句话，有没有觉得怪怪的？其实扫罗的心目中没有上帝，他只有他自己，所以中间有一句话说忠心的服侍我，这个是真的。当他要求撒母耳不要让他在众人的面前揭穿他得罪上帝的事情之后，他要求撒母耳陪着他走出去。他告诉撒母耳说什么？好让我去敬拜你的上帝，是你的上帝哦。可是他跟大卫说，你要好好的为上帝打仗。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意思啊。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扫罗王他以欺骗以上帝的名号来对待大卫的方式。实际上扫罗并不是真的对大卫友好，他是以婚姻的方式想要达到对大卫的控制，甚至更明白的，他想要对大卫设下圈套来陷害大卫。扫罗王说：“我要把米甲，你看哦，现在是米甲，前面是米拉哦。他说将米甲嫁给大卫，将用它做圈套，大卫就会死在非利士人手里。像这样的虚情假意、假借上帝名号的情形，就连在现代社会里面也都充满这样的事情。甚至我们说基督徒的当中，在教会里面也不见得少见像这样的人。很多人喜欢用圣灵的感动、上帝的旨意的带领挂在嘴巴上面，可是我们一方面又常常听他们在讲说能者多劳啊，要有始有终啊，许许多多的名目来要求别人，却不曾要求自己。他们的目的是想要用这一些东西，用上帝的名字来遮掩自己的懒惰。甚至我们看到以谎言为自己的问题来做掩饰，如同扫罗王一样，他反反复复的自己答应的事情却轻易的反悔，并且以计谋来替代原来的承诺。扫罗王想要陷害大卫，但是大卫却有上帝所赐的大能，也帮助了扫罗的军队胜过了这个歌利亚以及非利士人。我们想想看，哪一个人有上帝的恩典能力，并且能够胜过强敌呢？就是所谓的风浪。那样的人就是我们提到的他有上帝，他愿意有上帝的同在，会愿意听上帝旨意并且顺服的人。
牧师前面也提到了扫罗他的不忠心也是一种风浪，因为他想办法想要陷害大卫，但是因为大卫所倚靠的上帝来保守他，让大卫胜过了风浪。圣经这样的记载，扫罗看出上主的确与大卫同在，他的女儿米甲也爱大卫，就更怕大卫，终身与他作对。非利士人的军队常来攻打，大卫每次出战都比扫罗其他的将军更有辉煌的战果，因此他的名声远播。我们来想一下很多时候在大自然的情况，或是说一些情况，我们说在台风之前呢，会有晴朗而炎热的天气；在狂风大作之前呢，会有天气稳定，甚至有所谓的柔和的风吹来。谎言藏在诚恳的背后，凶器我们说刀藏在哪里？刀常常藏在很礼貌的外表里面。或许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一个最贴切的例子，一个人物，应该是说犹大出卖耶稣基督的那个场景。我们所知道的耶稣的门徒犹大竟然以亲吻代表亲密关系很好来暗示耶稣就是他所出卖的对象，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讽刺事实，也是一个提醒。我们时常做这种事情。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记载，那个押解保罗的船即将遇到的大风浪，所有的人，特别是这个船东啊，或是罗马的军官们啊，他们不相信保罗的提醒跟警告。保罗这样跟他们讲说各位啊，我看这次的行船呢，不但货物跟船要受到损伤，大大的遭到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或许我们可以找个理由说，因为他们不信主嘛，他们外邦人啊。或许说，因为他们大意嘛。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因为他们太过分有自信了，所以小看了风浪，小看了保罗以及这个给保罗启示的上帝。因而那个驾驶的船他们就坐出去的船就遇到了大风浪，没有多久就遇到大风浪了。圣经这样的描写他们那时候的场景，他说那个时候呢，有一阵柔和的南风吹来，大家以为可照原来的航行。后来他们就开始起锚开船，紧靠着克里特岛行。不久呢，有一种叫做东北风的飓风从岛上扑过来，船被风袭击，挡不住。他们说我们无法可施，任由飓风把船吹着走。对于那一些口口声声将圣灵感动挂在嘴巴的人，我们其实很难去分辨他们的真伪可是我们却可以从他们过去的行为历史略知一二。对于所面对的未知之将来，有谁能够胜过那未知的风浪呢？当然就是那个尽心、诚心、谦卑跟随上帝旨意的人，不是吗？今天你我所面对的风浪是什么？我们要来思考。
我们到底要如何去面对呢？